其实刚刚我们俊明有分享过，他们我跟他为什么进入到神学院？其实我要跟神认罪悔改，我还没有受洗之前我真的是很匪类啊。用匪类2个字，你们就知道我是真的是一个女孩子，跳舞、喝酒，跟人家去疯真的是你们现在看秀莲我这样子，你们一定想象不到，我以前真的就是一个很要怎么来形容呢？就是一个我形容我自己很匪类了但是希望你们不要把匪类2个字记起来，那是在叙述我过去我来永光今年是第15年，那我是在灵粮堂受洗的。我16年前在灵粮堂受洗，那个时候受圣灵感动的时候，对这种信仰真的非常渴慕，每天也真的会跟那些，因为他们那时候正在推那个 G12。G12 一样是小组化的，他们每天就会带领我们热切的迫切用方言祷告啦，用各种来进入灵修生活。那时候我有受造就一点所以他说我们一个那个组长他就跟我讲，你只要是对神有信心你只要向他祈求，他就应允；你跟他叩门，他就开门。我就真的用这样来跟神交换信仰的条件。果不其然呢，我们神真的是一个非常体恤我的人。在当时我的一些环境已经是非常不好，以前从很有钱变到很没有钱，在那个当下，我真的是人生是很绝望，所以我进入到士林灵粮堂。当上帝垂听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真的开始进入平顺当中了。进入平顺当中的时候，我就渐渐的就忘记神的恩典，然后有大概1年多的时候，我就开始信心软弱，信仰软弱，我就开始，其实我有一个兴趣，有些弟兄姐妹一定听我分享过我是一个非常从小我就很爱跳舞的人，而且在我出社会之后，我也去学国标当然那时候是 one by one 的 teaching， 就是老师教我，我那时候的志向就是我要去参加国标舞比赛。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离开灵粮堂之后，我开始就又回到世界。然后其实我是在职业组里面有得过冠军的那今天真的不好在这边表演，这是圣殿以后有机会我可以教你们跳 Tango、恰恰、吉鲁巴、英式 Tango， 你就大概就知道我真的是个会跳舞的人。在那个当时我就真的又回到属世的世界去，我就进到一个地下舞厅，然后我相信这都是神预备的环境。就在地下舞厅那时候人家在跳舞，我大概就表现我的水准，我是基督徒，我不去跟人家跳那个抱抱的，我就坐在那边。那就有一个姐妹就过来跟我说：“你怎么不下去跳？”我说：“我是基督徒，那个好像不能这样做。”她就说：“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哎。”然后她就真的推销永光教会，她说永光教会是多棒多好多怎样怎样她那时候也刚好。那个先生，他的先生有一个团契，大概要当会长。他说：“你来帮忙我，你那么会唱歌，那么会跳舞，对我们这个团契一定很有帮助。”我就基于我跟他就有点台语叫手帕交，姊妹这种感情。然后我就真的说好，那我答应你去1年，我就要离开他说好，没问题。然后我就从灵粮堂离开，来到永光现在一待了15年。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进来的时候，我们永光教会正在推那个细胞小组、实验小组。我相信在座有一些长老、长老娘，他们都有参与过。那就在那个时候，我进到永光教会。那我相信这既然是出于神的拣选我以前一直觉得我那么不堪。
我过去这么匪类，我能够让神对我有所拣选吗？但是神只要拣选你，你逃到天涯海角，你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逃不出神的手掌心。所以我就待在永光教会，直到今年已经进入第16年了。那我很感谢主，我来到永光这个大家庭里面啊，我受到这个爱的大家庭的一个培养哈、栽培培育，所以你看我们教会现在很多培育系统一直不断在 run 哈，所以我的生命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被永光来建造。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我被神呼召这个念头不是在我人生的计划当中啊。那在潘牧师也很会关怀人哈，他就常常会问我们牧养的情况怎么样啦。那在他跟我谈的那个当中，我就真正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跟神渐渐的就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啊。有一天祷告，其实牧师教我们要有跟神有一个良好的QT 时间，就是 soaking。好 ，soaking 就是你跟神要建立关系，你会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然后在有一天祷告的时候，那时候我祷告，我跟神亲近的时候，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把我的衣服都换掉，变成很轻松，这样就换上我祷告那件衣服，我就在我一个隐秘处，我固定的跟神祷告的一个隐秘处，我就在祷告当中，就有一个声音，其实在那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人讲话呢？我听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来跟从我吗？”那时候我眼睛是闭起来的，因为我也在祷告当中。我当下我就张开眼睛一看，哎，没有人了。那我就眼睛再闭起来，我就继续在祷告。又是那个声音跑出来：“你要来跟从我吗？”后我觉得这是神对我的呼召吗？在当下，其实我很抗拒，我就跟神回答说：“主啊，我好忙，我要经营事业，我要带小组，我要干嘛，我好多要抗拒神的，但是心里又觉得我在永光受这么大的栽培，有这么好的培育系统，这么好的牧者这样一直栽培我，我觉得对神很亏欠，所以在牧师鼓励之下，我就进到神学院去，好，但是我进到神学院，其实你们刚刚有听俊明分享，我们神学院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的训练场所啊！刚刚你们看他用 PPT 放出来这么多我们要念的神学课程，要这么多的训练，还有作业，等一下我再分享回应他说我50几岁，他30几岁的那一段哈。然后我进到神学院之后，其实心里是有很多抗拒，不过我感觉上帝既然要拣选我，所以我就回应神。在有一天祷告当中，我就回应神说：“好，主，我愿意跟从你。”所以神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纵使我过去那么不堪，神只要拣选我，必有他的预备。就像我从士林灵粮堂来到永光教会，虽然是在不堪的环境之下被神带到永光，但是出于神的，我相信神必祝福。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要怎么样来忠心侍奉。好，提摩太后书2章3到4节，好，他这么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
我们摆上的态度，第一个，我回应神，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主的精兵。虽然我没有当过兵，但是我上面有3个哥哥，年纪都因为都差1、2岁，所以都陆续在当兵。我以前很黏我哥哥我3个哥哥之后才生我1个女儿，所以那时候我很黏我哥哥他们走到哪我就跟到哪，他们在讲什么我就会在旁边听。那最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讨论在军中怎么样，去福利社爬去的去哪个地方怎么样啊，被关紧闭啊，这些我都听过。但最重要听到他们有一句话就是，把吃苦当作吃补把吃苦当作吃补。那这句话在我们属灵的军队里面，就是主在磨练我们，他定义将我们在苦难的环境当中，要使我们在属灵的层次要更茁壮、更成熟。所以做主的精兵，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不要将属世的事物缠身属世的事物就像我刚刚说你很爱跳舞你有很多兴趣你可能为了想说我今天要去聚会，但是我又有排要去练舞，那在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抉择？当然就是要选择去聚会了所以不要让属世来缠身那也不是说我们就要放下属世的责任与工作了，那个兴趣要除外工作还有你对家庭的责任当然也是要顾了那我们不让世俗来缠身，就是把那些觉得不必要、次要的，把它排除，不要被属世的那个灵来绑住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能来服侍神第二个摆上的态度就是忠心服侍，要蒙主喜悦。我上神学院其实是非常挑战的，就像俊明他刚刚叙述了一堆，其实我的难处也不比他差了，但是我怎么样靠主来排除？其实今天时间有限，我略来等一下来分享其实我在经营一点小生意，我工作真的非常忙碌，还有要关怀小组那现在因为我也当区长，要牧养4个小组，然后在神学院的操练。这就更不得了了。刚刚俊明在分享，你看我们真的进到神学院为什么叫做卓越领袖神学院？那个卓越就是刚刚他分享的，从 A 到 A 加这个就是卓越，从优到超越，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是很挑战。他刚刚特别在分享说，他刚有比一个动作这个就是那个是我们一个挑战。刚刚 PPT 已经下掉了，我比给你们看，就他刚有比这个动作，那个是我们要去做一个高空里面的一个训练。那当然就是训练我们对神的相信程度到哪里，还有你胆量到哪里。其实很多人不太敢玩，但是为了这也是一门学院里面的功课刚刚俊明说他在那边不敢放，一直抖。其实我上去的时候比他更抖，那个是要这样先爬上去，然后做一个动作，就是要放开，然后要走那个塌下去会这样信解。然后我刚上去的情形也是跟他一样，不过我没有像他说停留几秒，我那时候也信心很坚定，没关系。我就马上放，就踩2步，你知道，踩2步之后就就我那个尖叫声我看底下3公里之外都听得到，我吓得要命。我本来想说奇怪，我很有信心，你知道吗？底下的人怎么讲？不用怕，秀莲不用怕，你掉下来，耶稣帮你接住。真的会接住吗？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走到一半了，不走过去也不能退，在那边一直害怕，走一步就走一步就你知道那个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跟丑态了，就真的这样走到这样，
那个手真的是这样抖这样抖啊，都不敢往下看。然后我好像走到第4格吧，我就看底下有没有很高，结果一踩下去，真的快点掉下去。我说啊，救我救我！你知道吗？在底下的人很安逸的说，不用害怕，不用害怕，耶稣接你。你看，我们都要做这样的考验啊。那时候我就在想啊，俊明30几岁，他怕成这样子。我们还有一个韩悟光同学，他70几岁，他仍然爬上去。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我就真的那个应该是走9格吧，我走到第4格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你一定要帮我，好吧？我就走出去，死就死吧。”哈，我真的是都没有看，我眼睛闭起来，凭印象，好吧，好吧，好吧。你知道吗？我走到那边剩下1格的时候，我眼睛张开，我怎么走过了？我不知道。耶稣带着我走的，真的，耶稣带着我走，我也顺利完成这门功课。给我一个掌声好吗？荣耀归给主。这个在30年后我都不会忘记我那一幕。我不计形象，我那个叫成真的是，哦，我不会形容了，就是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神学院的考验。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挑战之后，其实我真的也有想打退堂鼓但是进到神学院的第1天的时候，这又讲到那个俊明说他很喜欢举手嘛，然后我们进到神学院第1天，那有一个对那个圣灵学的牧师，他是从韩国来台湾，韩国 Korea 韩国张汉业牧师，好，他来台湾宣教20年，他就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来上神学院？那个当下我俊明还有知和上第1堂吧，我们3个就举手，信誓旦旦的说，我们是教会的精兵，我们要接受更多的属灵操练，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将来被神使用。你知道，想到这里，我就开始觉得很愧对神，所以我就跟神说：“主啊，你帮助我。”所以我真的透过不断祷告，排除一切的万难，我现在升上2年级了。好，当然要1年级要升上2年级，就像刚刚俊明分享，我们要经过考试。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人物、历史背景发生的事情记在哪一个章节？就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全都变成新的了。出自于哪里？有谁知道这个记载在哪里？几章？对，给思雨一个最大的掌声。难怪他会当宣教士啊！对，就是这样，我们都要这样经过考试。那可能上帝有垂听我祷告，我的成绩87分，感谢主啊！当然，因为我非常预备，很怕考不上，我就没有办法晋升到2年级。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趴在桌上睡觉的，一直把圣经反复的看。当然也没有办法一次就了解，只是有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方向让我去准备然后还要读英文啊。其实英文以前在专科的时候很后悔。书到用时方恨少所以现在虽然有一点底子，但是现在要真心摆上。哇，上这神学院真的很考验。就像俊明说，他是放古典音乐，我都在 YouTube 里面像小学生这样，每天从 I am a teacher， you are student， 就这样开始学起，就从头再开始学。所以虽然很挑战，但是我相信神既然有
为我们预备，真的就是要摆上。好，所以在这段期间，让我这个刚开始很不属灵、很不爱看圣经的，终于看到上帝对我的呼召露出一点曙光了。哈，第三个就是为主祝福后的祝福。其实要成为基督的精兵哈，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路加福音9章23节就这样说：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背的十字架是轻或重，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你觉得背的重背的轻，端看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建立的关系近或远。自从我上了神学院之后，我的价值观真的改变了。我很愿意多为人多走一里路，因为在神学院里面的教学，真的像刚刚俊明分享，我们是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人家觉得一看到你就觉得你很温暖，你可以带给人家有一点影响，看到你微笑，他就觉得很有安全感。用这样的生命去影响生命，我相信我们受造就之后出来带给人的祝福就很极大。所以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就因为我现在的服事态度、价值观的改变，我凡事都很愿意为人多走一里路。凡事就尊主为大，所以任何的事情我都会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神怎么样呼召我，我就怎么样回应。所以不管你有任何难处，既然是出于神，我们就默然不语。所以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就回应他。所以你看我们在不管在服事在任何的上帝要我们呼召我们去做的事，他都为我们负责。像我的工作，也因为我读神学院，虽然很忙，但是上帝仍然祝福我的工作。在牧养小组，上帝也经历了上帝的祝福。我牧养的牧区里面，就有我们母组，我秀莲小组分职，桂林小组，还有秀菊小组，都经历上帝分职的祝福。还有在服事上，我是在关怀部的，虽然现在信志长老没有常常派我出去探访，但是只要他有下达命令，我就使命必达。只要他说某某人要祷告，2点多我只要看到回应，我就马上发祷告词。所以你看在服事上，我也经历越服事越甘甜的祝福。谈到这里，我真的要很庄严的这样对弟兄姐妹说一句话。你们有要想成为上帝国度当中忠心的仆人吗？有人愿意吗？阿们。好，你们没举手，用阿们我就知道你们愿意。服侍人就是服侍神，就是荣耀神。我们既然蒙上帝拣选，我们得着他的救恩，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救恩分享出去，让还没有来认识主的人同得我们在神国度当中的益处。就是这个救恩。上帝是我们的大统领，愿我们永光人每一个人都能够摆上与主同行的心，出征作战，就像开幸福小组一样，做神的精兵，去抢救世上失丧的灵魂，为主忠心服侍，完成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去做荣神益人的圣工。但愿这个圣工与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份。阿们吗？荣耀归给主。
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其实我还有一片影片要大家看。那我觉得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的意念。上一堂呢，原本这个是在我讲完要放的影片，但是后来就是乐团会太赶，所以这一次是我刚刚真的是忘记了。不过我觉得我很感谢神，让我现在再来播放。我觉得它是很短的一个短片，你们来看哦，看到你们能看到什么，就那个短片播一下，谢谢。